来看南北合作的议题，前总统马英九支持以全民调来决定总统的人选。前国民党的这个秘书长李乾龙就讲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讲过，讲马英九的建议恐惊还阁思考一下，因为南部的选民真不满。啊，那马英九基金会执行董事回应讲，全民调就是对侯友宜有信心。啊，那这个国民党是讲，希望这两家就会当甲党主席朱立伦协商，佮邀请马前总统来见证。礼拜日暗时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党主席朱立伦三个人合体拼南洋团结。那北边庄下想要做上大，马王敢若想法无同。大早日前总统马英九呼吁全民调南洋烦恼党来分裂。王金平一早透早就打电话给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龙，讲马英九的建议恐惊真得伤过，嘛讲到南部是真倒单。不谈内容，一个原则，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王金平强调爱公平合理，那今仔日会知影，伫咧南投指南宫参拜国文会，是邀请马前总统来见证。如果跟朱立伦主席再见面我也希望就是公开透明，让媒体都知道。当然我们也会偶尔邀请这个马前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不能再拖了。大概这个就是这1、2天内要把它解决掉。朱立伦进前提出的国是民调，由校瓜配、瓜校配和大小配进行民调。另外，还加入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政党支持度，手机民调未超过20%，政党支持度应该占20%。那马前总统是呼吁采国民党真侪年来初选民调方式，用校瓜配或者是瓜校配来和大小配对比民调，谁赢就支持谁。朱主席还有总统的候选人侯友宜，他们应该随时随地要去跟马英九总统去请益嘛，所以这一点我感觉到做得不够了。我们刚刚看到了柯主席有这样的建议，那我想如果朱立伦主席也同意的话，那我们基于要促成蓝白合，下架民进党我想马前总统愿意来配合2位。萧秀琴强调，国民党应该争取中选民的认同，袂当一直伫咧同温层等死。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